香港每個月18000至到25000，而中山3950至到6480，一年慳咗144000至到216000，5年慳過100萬。你喺香港捱生捱死供樓，上到中山供樓加生活費加埋仲平過你淨係響香港供樓，你信唔信啊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翻嚟頭4集，我同你講咗好多唔好做嘅嘢。今集我想同你傾下一樣嘢，如果你真係買咗樓搬咗上嚟住，1個月到底要幾錢呢？我唔講道理，我用數字同你逐行計，由管理費、食飯、交通到醫療，全部都係真實數字。睇完你就知道自己適唔適合搬翻上嚟，同埋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心儀邊個區嘅生活實際嘅成本，WhatsApp我幫你度身訂造一個預算計劃，唔收錢㗎。你一筆固定開支逐樣去計，管理費1000尺，香港2500蚊到4000蚊之間嘅，中山萬方物業3蚊1平方，等於每個月300蚊，相差10倍啊！水費2個人住，中山1個月30到50蚊之間。咁電費呢？夏天開齊3號冷氣都係400蚊個月啫，天然氣80到150，風棚1000兆60到100蚊，固定開支中山大概喺香港嘅1/5到1/6，呢一筆數你一計就會明㗎啦。第二筆食，香港1個月食飯4000到6000蚊之間係正常嘅，中山呢，街市買餸平到你唔信啊，出街食碟頭飯都係15到25蚊之間，飲茶2個人叫到成台都係100蚊到150蚊買單嘅，同樣嘅生活質素2000蚊1個月仲有找啊，唔係食差咗，而係物價真係爭好遠㗎。第三筆咯，交通你唔係移民啊，係兩邊走啊，1個月返香港2-3次，3個選擇，直通巴士120到150，深中通道自駕150到180，高鐵200到250，每個月嘅預算係1000到1500，呢一筆錢你喺香港供樓慳返嚟嘅已經夠有突。第4筆係醫療，最多人擔心嘅，中山嘅3甲醫院水平同埋香港嘅公立醫院係差唔多嘅，價錢係1/5。比如洗牙係80到150之間，香港500到800，補牙200到400，香港嘅話呢800到1500之間喎，加埋份私家醫療保險，一年落嚟係3000到5000蚊，已經好全面嘅啦。醫療唔係障礙，反而可能係你慳得最多嘅一環。最後你估唔到嘅隱藏成本，高速路費、手機兩地號碼、淘寶呢個先係最大嘅陷阱。9.9包郵，你會忍唔住狂買，1個月使多500蚊係基本嘅。總括呢啲零零碎碎，每個月嘅預算係500到1000之間，唔係好多，但心裏邊有個數啦。我哋總結一下，加晒中山每個月嘅3950蚊至到6480蚊，折算翻港幣嘅話係4500至到7000蚊。香港同樣生活質素，每個月嘅話係18000到25000之間嘅，每個月慳咗12000到18000，一年落嚟係144000至到216000，5年係超過8萬嘅。你喺香港供緊樓1個月2萬，上到中山供樓5000蚊，生活費6000蚊，加埋只係11000，仲平過你淨係響香港供樓，你話值唔值啊？5集啦，我希望呢一個系列俾到你嘅唔係恐懼，而係信心。如果你想知道邊一個區嘅實際生活成本，想計下自己每個月嘅預算係幾錢，WhatsApp我啦。你將個地區個名或者樓盤個名 send 俾我，我幫你度身訂做一個預算計劃，唔收錢㗎。我嘅滿足感係嚟自見到每一位客人做咗明智嘅決定。多謝你睇到呢一度，我哋下一集見啦，拜拜。